因为咱开喙来献上感谢，献上阿乐，因为伊是咱的班赞，是咱的气力，伊是咱的倚靠。咱今日伫这所在，咱就来阿乐伊，来敬拜伊，所以咱来感谢伊，来阿乐伊，咱开声来祈祷。海路亚是要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要单单来亲近你，因为你是阮的倚靠，你是阮的顶牌，你是阮上好的朋友，阮实在是真欢喜会当甲你有亲密的这个关系，特别这个时阵，阮就是这个所在，为着就是要来敬拜你，要来阿乐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的信实极其大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永远无变。天父啊，我要感谢你，要借着你的灵来应允成就阮每一个人伫阮生命中间的命定。我要感谢你，逐工借着你的圣神，最后所有保护，逐工借着你的话来帮助阮，互阮会当领受你的福气。主啊，阮一生要跟对你，阮一生要跟对你的脚步，真侪你的器具。主啊，你这时阵帮助阮，你的灵运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，互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，表明阮的心志。阮一生就是要来跟对你，阮一生就是要来跟对你。咱吟这首诗歌，主啊，我要跟对你。将我一生献乎
犯的这罪，因为这个世上这的白血伫咱四周围，咱无小心，咱就犯了罪。咱家己唔知影的罪，也是知影的罪，咱会靠上帝来赦免。咱若认咱家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伊是公义的，一定会赦免咱的罪，洗净咱一切不义。所以咱只是为着咱家己的罪，为着咱徛起的这个土地所犯的罪，咱献上祈祷，开声来祈祷。我还你也是要主阮到你的面前，单单来请问你，总是阮常常好这罪的罪，最的不义，最无好的念头来捆绑，靠上帝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一切的罪，我单单来到你的面前，单单来用清洁的心来奉献我主，靠上帝这时阵在这阮中间帮助阮，赦免阮一切的过犯，还有也是咱主爱。主啊，伫这充满罪恶、黑暗的世代，靠上帝你赐到你的圣神帮助阮。互阮认捌阮家己所犯的罪，互阮知影要安怎搁一遍离开迄个罪恶，行向上帝你有阮美梦的这个道路。靠上帝你赐落这基督的火，帮助互阮的生命得到洁净。靠上帝用这个宁静的火来烧尽阮一切这个罪恶的捆绑，互阮的内心得到清气。也靠上帝你赐落这福音的火，互阮气力来为主做见证，是啊，属圣神求你降火落来，翻转阮，翻转阮的生命，阮搁一遍跟对你的脚步，真做你下用的器具，来荣耀上帝你的名，来荣耀上帝你的名，会当来为主做见证，互阮会当真做上帝你所喜爱的囝儿。主啊，阮是来搁一遍，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生命献到你的面前，求上帝你感察阮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无好的叫你妒忌，互阮搁一遍立志，伫你面前讲主啊，我要跟对你一生，要跟对你的脚步。哈利路亚，是啊，主，我要跟对你的脚步。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生命来求。阿门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。咱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的社会，为着世界局势，咱来祈祷。咱为着台湾的正教会，求上帝复兴，会当互每一间教会真做一个同福音的教会，会当真做一个有救赎、有稳定的教会。所以咱开声，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这个岛屿的平安经济的繁荣世界局势，也是咱正教会会当得到欢喜来奋兴，咱来开声来祈祷，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是啊，主，阮是总是阮相信，主你是掌管世界的主，你掌管阮台湾这个岛屿的主。我一边将台湾献上去你的面前，对上帝，你真做阮台湾的主，真做阮台湾的光。特别阮台湾所面对这挑战、这困难，无是世界局势，也是阮所面对的这对上帝，你当然帮助互阮会当真做最光的电塔，伫阮大城市，伫阮社区，伫黑暗的世代，会当真做世代光，会当去引起一个人，会当进入教会内底，会当互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每一个台湾的百姓进入教会内底，会当心得到完全得到改变，互这片土地，互台湾这个岛屿，会当真做上帝你所赐福。
特别为着咱家己，甲咱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上帝保守咱的心，保守着攻击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信心，甲有愿望。为着咱甲咱厝内人的关系来祈祷，为着咱厝内人的心灵来祈祷，为着咱家己的工课、职场，也是咱学校，也是咱甲咱同事、同学中间有好的人际关系来祈祷，为着咱个人的经济稳定，会当拄着财务困难的，可以上帝来解决，可以上帝来安全束缚，为着咱个人的心灵的健康，也是咱有疾病，咱可以上帝来医治，为着咱厝内人。若有疾病，咱来献上祈祷，咱开声来祈祷。我请主啊，为着阮每一兄弟姊妹献上祈祷，各位上帝，你会当帮助阮，阮所欠亏的，你完全了解；阮所做无错的，你完全了解。各位上帝，你会当帮助阮，阮会当来透过信靠你，透过倚靠你，透过来追求你。各位上帝，你来排解阮的心中，阮所拄着的这烦恼甲困难，特别互阮的心情得到完全的保守。健壮，阮健康的时候，我就会带来平安，带来福气，伫阮的家庭内底，伫阮职场内底，伫阮的学校内底，包括上帝的帮助，阮平安喜乐，过来，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为着教会因为事工来祈祷，为着咱牧者团队中一同工，咱一个首长来祈祷，互因有属灵的智慧，特别为着咱教会有属灵的气氛，较无圣心。较无祈祷，较无喜爱上帝的话，热情来敬拜来祈祷。特别为着咱过来8月份、9月份开始，咱有福音的事工，所以咱为着大使命的事工，传福音来因人归主来祈祷。咱明年咱要迎接教会，或者去年有一事工在推展，咱看上帝会当这中间做主做王。互咱所庆祝的是真做一个胖胖的祭献到上帝的面前。咱开声为着教会同工，为着大英的事工，咱献上来祈祷。还你也是要祝阮在你面前，感谢上帝，你会当帮助阮的教会，阮教会真做一个荣耀的教会，阮教会真做一个高举上帝名的教会。感谢上帝要帮助阮所有的同工，所有的服侍同工，我们的同工都有属灵的智慧，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怎样要互一个教会真做一个上帝所喜欢的教会。我感谢上帝，当阮兄弟姊妹靠我来敬拜你，靠我来亲近你，靠我来靠过祈祷，靠过读经，靠过灵修，靠过敬拜，来真做上帝心意的兄弟姊妹，好共同来去做一个教会，我们的教会先求上帝帮助，还有也是要做阮将阮的教会摆在主的面前，为上帝你会当真做阮教会主，引导阮的教会。上帝，咱回敬咱，互咱每一个有较无的心，会当来敬拜咱的主，互咱伫今仔敬拜中间看见上帝彰显伊的荣耀，彰显伫咱中间。咱为着今仔逐种的服侍，会同工来献上祈祷，特别咱为着伫敬拜中心、在教育中心的最后，恳求上帝会当互遐学生、遐老师有游玩，有领受上帝的听，会当伫遐说有好的敬拜。咱为着今日牧师的讲道，咱献上祈祷，感谢上帝透过牧师的分享，真做咱的开来，真做咱的班赞，搁一遍，互咱搁一遍来献上咱家己，互上帝来使用。所以为着今日早起的敬拜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主要是要讲为着早起的敬拜祈祷，感谢上帝，你帮助咱早起敬拜，看见上帝你默默的享受你充满的所在，主啊，我们靠近主的国，靠近神的所在，你的喜欢宝座的圣洁所在，我们要条件你，我们亲近你，为上帝你透过你的。透过伊的
款的心，我一面看见上帝你要上帝你荣耀在你的敬拜中间，还有我们上帝的敬拜中，我主的成就特别从牧师的讲道呼吁上帝来带领来引传来侍奉，我透过牧师所随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，针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帮助，针对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困难，阮搁一遍从在嘅敬拜，拢有主的成就，上帝你教阮记得，安尼祈祷靠主啊，从这嘛来求，阿门。咱做起日，咱来学习咱的上帝，因为咱诚做一家人，咱常会来敬拜，常会来学习咱的上帝，哈利路亚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和咱诚做上帝的子民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的儿女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诚做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诚做神，因为耶稣的冠冕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咱来吟圣诗，圣诗248首。